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农渔产品拢有 CAS 的标章，即卖国产的木材嘛有咯。因为咱的日常生活所用到的各种的木制品的原料，大部分拢是进口的，采用国产木材的比例大概只有1%。所以林务局特别来推动 CAS 认证，希望消费者会当安心来使用国产的木材甲相关的制品。 无论是厝内桌啊、椅啊，还是真侪日常用品，这些产品的原料拢是木材，还是竹啊。一般民众所用的木制品，伊的原料绝大部分是进口的，真侪消费者拢唔知讲台湾本土的木材真用真好用。我们一年使用掉600万立方公尺的一个木材，但是我们国内只供应4到5万的木材，算比例的话都是不到1%的一个状况。然后我们都是使用别人进口的，就是别个国家的一个林木，适当的提供我们的国产材来供国民的使用，然后也使得我们国产材可以进入我们人民的生活圈里面。 所以讲，林务局积极推动木制材 CAS 的认证，经过客观的标准检验，证明国产木材强度甲品质。其他业者加入认证，希望讲消费者会使认明标章，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环保的 CAS 台湾优良林产品。